好啦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台北捷运有一个20外岁少年呢，一个人共占3个位，伊竟然是停伫这个车厢的椅仔顶，其中有一位佫是博爱座，所以就老大人请伊让出一位，安尼袂得，毋那甲老大人骂，甚至要共拍。 其他乘客看袂着你，向前帮忙，双方就拍起来了。一直到警察赶到位，才甲这个占位的少年呢带离开现场。穿短裤这个查甫人和另外2个伫咧博爱座顶，原来是因为无要让座的问题，煞冤家兼受判。为车厢内冤到车厢外，这一份警察调查发现讲，当时这查甫人将伊摕物件甲贴门箱啊，拢放伫地板，一人占用3个位。 佫倒伫咧博爱座顶，其他人客要求伊要让一个到冤家啊。我觉得自由心证啊，对啊，那有的人身体不舒服，你外表看不出来啊。就觉得它是应该是给需要的人用的。依照台北捷运的规定，人客随身的行李袂使影响其他的人客，啊，若口腔袂听，捷运公司有这个权利拒绝加载。那一名不详的老人要求要让出一个位置，那林姓男子不高兴就呛下。 做事要打人。台北捷运表示，他们是依法设置博爱座，上面也有图示，表示要礼让给老弱妇孺。下面也有一排字写着要优先让给需要的人，还包括跑马、广播都会不断的宣传，希望大家可以发挥公德心，把位子让给需要的人。 台北捷运统计，为去年9月份到今年4月，占位引起纠纷到19件。捷运公司嘛真无奈，表示讲依法设这个博爱座，主要是希望讲会使提供更加好的坐车环境。不过这个好意，煞互有心人来扭曲，造成无必要的纠纷甲困扰。